台湾话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我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义。好朋友，咱今日来研究对日本话吸收来咱台语的用词。亲像讲，咱较早捌讲过，台车啊，我即摆少年家嘛较袂晓讲啊。台车啊，就是乌头仔车。即落来解释哦，今日来讲真侪只扶轮社啦，同济会只会长、社长，若拄着啊年到节到，要送一个礼品，互咱会兄会姐咧。做礼品精品的公司就会摕建本来互看。我这个金币吼，你若一摆甲我采讲100支，一支才150尔。啊，好，有看到建本我较安心，毋是干那看破啊尔。建本就是现代人所讲的样品，这原来日本话吸收来，日本话讲做面粉。啊，讲到这，我就想到一条台语的老歌，叫做《建本图的红啊》，宝岛歌王姚启田唱的。虽然毋知影这个男主角吼讲较白，讲青啊长啦，看到一个查某囡仔呢，头毛遮尔长，对后壁一直甲叫迄个出名艺人的名，人伊拢唔会头。结果吼到尾啊，惊过甲谈，迄都毋是人咧，也袂晓叮当啊啦。原来吼，迄是建本图的红啊啦。啊，啥做建本图？来，咱来讲，服装店内底也是卖名牌卡蟒的店头。大门边两边拢有设建本图，就是摆样品互你看。尤其内底一线一线红啊架裁起来，雕西装、雕洋装。迄若服装业的人拢会晓讲做人台，一做一做的人台。即句人台原来对日本话吸收来，对，咱去买衫咱就会看。讲即束红啊架所雕的，建本图的红啊内底所雕的即束西装，我有介意。啊无吼，互我小试穿一下。将对人台顶头西装甲绑起来，西装裤嘛甲绑起来。咱安尼穿好，发觉讲吼，裤爱改啦。毋过下输，我穿阁袂歹看。甲迄做人台咧穿阁要挖啦。即马正经要买啊啦，来甲迄服务的店员问啊，讲啊敢有挂印？讲到即句挂印，原来对日本话吸收来。即马少年家咧讲啦，就是讲敢有拍折就对啊。有啦，我甲你算算的吼，今日吼。拢总会当甲你拍一个9折，另外吼，搁3张贵宾券，互你后摆通好用。啊，若安尼袂歹，我听你安尼讲吼，我就真欢喜。这个挂印我真满意，所以即句挂印，现代人咧讲，就是犹太，就是拍折，正日本话吸收过来的汉字。啊，若安尼国政啊，今日吼，即束西装我赶紧甲你注文起来。袂好讲啊，是在注文，原来是日本话吸收来的汉字。所以今日拄我甲你讲一个故事，互你参考，咱就晓讲。原来建本，原来人台，原来挂印，正拢是对日本话汉字吸收过来的台语词啦。